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9月24，申命记4章1节安尼讲：以色列人，当我教示恁的规例甲命令，恁就听受尊叹，恁才会活。今日上主，恁列祖的上帝，赏赐予恁的地，承接做产业。三甲来祈祷，互阮承接你应允的地，做产业的天父。阮感谢你，主啊，你是全能的上帝，你是活命的主宰，你是永在的天父，你是和平的君王，主啊，你的名伫全地到这悬大，我们保养你一切奇妙的所做，主啊，我们因为你欢喜快乐。至高的上帝啊，我们称赞你的名。主啊，捌你名的人要倚靠你，因为你袂捌去杀找你的人。主啊，世上的一切拢无法度甲你相比，只有你是阮的所爱。主啊，我要听受尊叹你的规例甲命令，才通得到我。我要进入你应允赏赐予阮的地，承接做产业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